旧年尾的新年头，真侪公司拢会请员工食买鸡。不过一寡较弱势民众，大部分是做临时工的，无买鸡通好食。所以台北市有一个民间团体人生百味，自古到当前，就会请民众赞助家己的手路菜，来甲弱势族群办买鸡，互伊嘛会当食一顿青草的。塞车分好料的款待伫台北车头4块位啊溜的无厝食，徛伫台北市网界 NGO 人生百味，伫咧虎年尾推出鸡头买鸡来捧菜的活动，向民众募1000多份的料理，互有路无厝的人嘛通食一顿青草。街上很多人是做临时工的，或是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去到一般的职场里面去工作的，但其实大家也是辛苦了，也是辛苦了一整年，所以我们就想说办这个街头尾牙，然后为期3天的活动。人生百味表示，真侪人对无厝食有错误的刻板印象，亲像有7成到8成的无厝食有咧做工课，这就甲大部分民众的印象无同。而且无厝食流落街头原因有800款，并唔是大部分人所想的，拢是因为贫惰。那个不稳定的状态，或是还会有一些很不太就是很失序的行为，就例如说动不动跟别人吵架，那或者是他会去曲解很多别人的意思等等的，那其实都会跟他过往的一些在那个流浪经验里面遭遇过很多的挫折的经验都还蛮有关系的，会需要让自己就是表现的，就是看起来很强势，或者是他要装可怜等等，这些都会很影响他。不出钱啦，没有办法啦。一组钱一天出一次忙，赚不到100块。为无同的角度来看都市，互大家知影对弱势者来讲，繁华的大都市是啥物款。除了关怀无厝者，人生百味也向大众宣传参善食人，去回收的鸡卖者等等弱势族群相关的知识。因为贫穷议题，我们通常会觉得好像是很遥远的一个议题，但其实我们希望透过一些有趣、低门槛的方式，让大众也可以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像是我们有重修旧好这个空间，就是开在台北车站的附近，让无家者可以来洗衣服、洗澡、休息。那这边也会有很多的团体的课程的一些活动的地方。那另外有一个零工的计划。2022后半年，台湾的防疫措施渐渐放凉，一波一波的疫情高峰，地区无厝者等等的弱势族群确诊的可能性也提悬。但是社会对疫情已经较无要义，无厝者也是同款。人生百味表示，安怎伫疫情放凉的时阵，继续提醒因防避疫情，才做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记者郭富根、张水台北报道。